各位觀眾，想問大家個問題：喺內地買新樓最驚嘅地方係乜嘢呢？唔係你唔識行情，亦都唔係咧你唔識睇價錢。最驚嘅係你以為咧自己已經做足功課，乜都了解晒，但其實咧由你入售樓部到睇樣板間、執單位、簽合同，中間咧有好多關鍵嘅資訊咧，根本冇人會主動同你講，你唔知就好容易中招噶啦。大家好，我係 Damon， 我先講一個近期嘅真實嘅案例啦。有位客人買樓之前咧做足半年嘅功課，睇咗好多資料，亦比較過咧好多嘅樓盤，算係非常之謹慎嘅。去到樓盤嘅現場咧，示範單位裝修得好靚，燈光、家私、空間感全部都好吸引。銷售同佢講呢個樓盤咧非常搶手，第一批單位咧買完之後咧就會加價，依家唔買好快就冇啦。客人當時咧睇中一套高層嘅單位，銷售話景觀開揚，視野舒服。佢自己睇完樣板間咧又覺得煥然幾好喎，於是乎咧即刻現場簽約俾錢。但到收樓嗰日咧，問題先真正出現。買樓之前，銷售同佢講嘅高層嘅景觀嘅開揚，收樓之後咧，佢一打開窗望出去，竟然係對面一棟樓，景觀咧被擋得好明顯，完全唔係當初想象中嗰種開闊嘅視野。佢去揾發展商理論，發展商只係一句話就打發佢啦。合同冇寫明景觀視野，銷售口頭講嘅內容咧冇錄音冇畫面記錄就唔作準。後尾佢再仔細對比先發現示範單位咧本身咧都做過好多處理嘅，空間感比實質交樓單位大，牆身、家私比例、燈光嘅設計，全部都係為咗令你覺得間屋更闊、更靚、更舒服。依家好多新樓盤咧，如果唔係實體樣板間嘅，發展商好多時候都會展示效果上咧做手腳嘅，比如用細碼嘅家私減少雜物、加強燈光，甚至喺空間比例上咧做文章，令成個單位望落去咧比實質更大。你話呢種情況算唔算被呃呢？嚴格嚟講，好難話佢喺法律上一定係欺騙嘅，因為合同冇寫明景觀，樣板間角落通常咧亦有4字寫住僅供參考。只係大部分買家去到現場咧，都唔會留意呢啲4字，只會睇到發展商想俾你睇嘅畫面。呢個就係買新樓最容易踩嘅地方啦。你以為樣板間等於實質交樓標準，但其實入邊藏住咧好多4字嘅陷阱，冇人提醒你，你根本咧就察覺唔到嘅。所以咧今日呢條片咧，我唔想嚇大家咧唔好買樓，而係想用我從業10幾年嘅經驗咧，同大家講清楚，買新樓過程入邊咧有3個最常見，但好少人會主動講嘅隱形嘅陷阱。尤其係香港朋友啦，大家辛辛苦苦存住大半年嘅積蓄，想返大陸安家養老投資，本身咧係好正常嘅事。但好多朋友喺香港做事咧好精明，一到內地買樓咧反而咧容易判斷失準。唔係因為你唔醒目，而係咧內地買樓嘅遊戲規則咧同香港真係唔同。好多香港買家咧普通咧就有3個誤區。第一，覺得發展商品牌大，喺上市公司就一定唔會出事。第二，覺得中介同自己傾得投緣，服務又好，就一定唔會隱瞞問題。第三，覺得價錢平，就覺得就算有少少瑕疵都冇所謂。呢3點咧聽落好合理，就係最容易令人踩坑嘅地方啦。先講第一個坑，好多香港人咧返大陸睇樓，第一時間就會問邊間發展商啊，大唔大牌啊，上市未啊？一聽到係大品牌，香港人聽過，又或者係上市房企，就覺得穩陣。呢個諗法咧擺喺幾年前可能咧仲有道理嘅，但擺到今時今日真係唔可以再咁諗嘅。近幾年內地好多頭部嘅房企咧都出現債務嘅壓力嘅，對好多房企嚟講咧，現階段最重要嘅唔係口碑啦，而係快速回款，穩住現金流。有啲樓盤咧表面上咧仲掛住大品牌嘅招牌，但內部嘅資金、施工嘅品質、交付嘅標準已經同幾年前咧完全唔同嘅。依家好多新樓咧收樓嘅質素咧，甚至未必比得上咧20年前嘅二手嘅住宅。地板空心，牆身咧滲水，門窗咧變形，裝修用料咧同樣板間落差好大。
呢啲問題咧全部都係真實發生過嘅。最麻煩係收樓發現問題之後咧，你去揾發展商維權，好多時候咧對方就係一個斷託，合同入邊咧又會寫明合理誤差，最終以交樓標準為準。你真係想打官司，就要付出大量嘅時間、金錢同精力。所以記住一句話，品牌只係招牌，唔係保單。你買嘅係一套樓，唔係一個 logo。揀發展商咧，唔好淨係睇名氣，而係要睇佢近幾年交付過樓盤嘅口碑，有冇大規模嘅維權，有冇爛尾嘅風險，有冇收樓嘅投訴。呢啲諮詢咧，往往本地人咧先會比較清楚。香港買家咧一定要花時間去查證，唔好一聽到大品牌咧就即刻放心。第二個坑，輕信中介嘅熱情客套。好多香港人買家咧都中過呢一招，反應過嚟嘅時候咧，錢已經落咗訂㗎啦。有啲中介嘅服務真係好殷勤，你一落車幫你拎行李，程程接送，安排食飯，傾幾句咧好似識咗好幾年，短短一個鐘咧就同你稱兄道弟。呢一種熱情咧唔一定係壞事，但係要明白喺銷售場景入邊咧，熱情咧好多時候咧都係一種成交嘅手段，目的咧係令你放低戒心，覺得對方係朋友，唔會呃你。但相處融洽同值得信任咧係兩回事。真正靠譜嘅中介咧，唔係淨係識同你拉近關係，而係會主動同你講真話，甚至咧係一啲未必你想聽嘅，但非常有用嘅說話。佢會清楚同你講呢間屋嘅優勢係乜嘢，缺點係乜嘢，邊啲短板你可唔可以接受，邊啲你接受唔到嘅就唔應該買。佢會提醒你揀邊棟樓咧有噪音嘅問題，邊啲單位咧景觀咧會被擋，樣板間同實質交樓有咩分別，合同條款入邊有咩地方需要特別留意嘅。因為佢明白買樓咧唔係一錘子買賣，你住得舒服，將來咧會信任佢，甚至咧介紹朋友俾佢。相反，如果一個中介由頭到尾只係會講好話，只係話呢個盤好，呢個價抵，今日唔買，聽日就冇啦，從來咧唔講任何缺點，你就一定要提高警覺啦。第三個坑，一味貪平價，只係睇價錢呢一點。香港人真係特別容易中招。香港生活成本高，大家平時消費咧精打細算，呢個習慣咧本身係冇錯嘅。但如果將呢套思維直接擺喺買屋上邊咧，就好容易出事。好多買家覺得只要比隔離單位平，只要中介幫我攞到低價，我就賺咗。但你有冇諗過呢套樓咧本身值唔值得買呢？如果呢個盤地段偏僻，未來幾年咧都冇明確配套嘅規劃，又或者房源有硬傷，近主幹道、鐵路、垃圾站、變電站，再或者發展商口碑差，大批嘅業主維權，你淨係睇到平，忽略晒呢啲問題。表面上咧好似少花咗幾十萬，實質上咧日後轉售咧可能平30萬咧都冇人接受。呢個就係廣東話講嘅人粒糖輸間床啦。買得平唔代表買得啱，有時候咧買貴少少，但地段、戶源、配套、交付嘅質素都穩陣，自住多年咧都安心。但如果買錯一套有硬傷嘅房咧，住10年咧都會後悔。呢個代價咧對普通買家嚟講咧真係好大。講完三大踩坑嘅根源，接落嚟講核心。面對咁多買樓嘅暗坑，一個真正靠譜嘅中介應該幫客戶做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主動幫你排雷，唔係咧一味嘅吹捧。靠譜嘅中介帶你睇樓咧，唔會由頭到尾咧只會講呢間屋靚、景觀好、升值空間大，而係會主動幫你揾出隱性嘅問題，比如噪音你接唔接受，周邊嘅配套夠唔夠你日常嘅生活，戶型嘅短板會唔會影響你長期嘅居住，樓下有冇不利設施，收樓標準同樣板間有幾大嘅差距。買房咧最驚唔係睇唔到優點，而係睇唔到缺點。好多客人咧衝動落訂就係俾靚裝修、靚燈光、開揚嘅樣板間嘅景觀吸引，但真正自住咧係每日面對嘅噪音、交通質素、管理同生活嘅配套。等到收樓先發現問題咧，後悔咧已經太遲啦。第二件事，幫你梳理需求優先級，而唔係幫你做決定。
好多人以為咧好中介就係敢講真話，呢個只係講中咗一半，因為世界上咧係冇完美嘅房嘅，每間屋咧都有佢嘅優點同缺點，適唔適合你咧，最終要睇你自己嘅需求。譬如一套樓，優勢係單價低、高層通風、近商場，缺點係靠近馬路，有少少噪音，廚房偏細。年輕人咧可能覺得近地鐵、近商場最重要，噪音咧係可以接受嘅。退休嘅長者咧可能最重視安靜，寧願離商場遠少少，都唔想日日聽車聲。所以咧，中介嘅核心嘅價值咧唔係替你拍板，而係咧將全部利弊嘅資訊咧擺喺台面，幫你分析清楚，再俾你自己判斷。唔好強行灌輸，唔好製造恐慌。唔好用今日唔買聽日冇，逼你落訂做決定。真正專業嘅中介咧，係尊重每一個唔同嘅居住需求。第三件事，全權把控交易風險，提前規劃好流程。呢一點咧對香港買家嚟講特別重要，但偏偏最多人係忽略嘅。好多香港客返大陸買樓，最擔心嘅唔係睇唔中單位，而係咧錢點樣合法順利轉入內地。好多客人一開始會問我：Damon啊，我喺香港嘅錢點樣轉到內地買樓呢？係咪好麻煩？其實咧，只要流程做得正規，並冇大家想象中咁複雜嘅。香港買家買內地新樓咧，一般揀中3年單位之後咧，發展商會出認購書或者相關嘅購房嘅文件，客戶咧就可以憑住認購書、身份證資料、內地嘅收款資料，通過香港銀行辦理正常嘅匯款結匯，再支付樓款。例如恒生銀行、中國銀行呢類常見嘅銀行咧，都可以根據客戶嘅購房嘅文件同購房嘅資料，協助處理咧相關跨境嘅匯款嘅安排。但重點係文件要齊，用途咧要清晰，收款資料要準確，資金來源同購房嘅用途咧又可以清楚對得上嘅。而且匯款嘅金額咧，一般應該唔可以超過認購書或者購房合同列明嘅購房嘅金額。而且所有嘅付款嘅流程咧，一定要流行銀行匯款記錄、認購書、合同、收據、發票，全部都要保存好。因為將來你買樓嘅時候咧，或者需要證明資金來源，呢啲文件都非常重要嘅。所以香港人返內地買樓咧，錢點樣轉入去咧，其實問題唔係好大。真正要小心嘅係流程有冇提前規劃，文件有冇準備齊，付款節點有冇同銀行同發展商對清楚。最後同大家講幾個普通買家自我保護嘅方法啦。第一，唔好偷懶，多做功課。依家網上資訊咧好發達，樓盤嘅價格走勢、周邊嘅規劃、發展商過往嘅口碑、業主維權情況，其實好多都可以查到嘅。第二，睇樓一定要問清楚交付標準，樣板間係樣板間，實質交樓係實質交樓，裝修嘅材料、品牌、尺寸、景觀、樓層、朝向，全部都要問清楚，最好咧有書面嘅記錄。第三，唔好只係聽銷售或者中介一個人講，你可以問本地嘅居民，問已收樓嘅業主，睇網上嘅投訴，睇二手嘅成交情況。買樓係大事，唔好因為一時嘅氣氛好，對方講得好聽，就即場咧衝動落訂。第四，所有嘅重要嘅承諾咧，一定要落文字，景觀、裝修、贈送面積、交付時間、優惠條件、付款節點，只要係重要內容，就唔好只係聽口頭講、口頭承諾，最後好多時候都唔着數嘅。我做地產10年，見過好多買家踩坑，亦見過好多家庭咧，因為買錯樓咧，後續麻煩不斷。我唔係叫大家唔好買新樓，而係希望大家買之前咧要睇清楚、問清楚、諗清楚。尤其係香港朋友返大陸置業，可能咧只係想揾一個安穩嘅居所，輕鬆養老，或者咧為將來多一個生活嘅選擇。呢啲諗法好正常，但過程入邊咧一定要小心，唔好俾表面嘅資訊帶走咗。買樓唔係鬥邊個落訂快，而係鬥邊個睇得清楚。尤其係香港朋友返大陸置業，無論你想自住、退休、養老，定係想為將來多一個生活嘅選擇。大家記住，平唔代表抵，大品牌唔等於穩陣，熱情嘅中介咧亦唔代表可靠。如果你近期有打算睇中山、珠海、深圳嘅樓盤，又唔想自己盲目踩坑嘅，可以喺評論區留言或者私信我。
我可以按照你嘅預算、用途同生活嘅需求，幫你初步分析邊啲樓盤咧適合睇，邊啲樓盤咧要小心避坑。如果你覺得今期內容有用，記得點讚、訂閱Damon講灣區，灣區自然唔踩坑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